落难受抓。因为1946年底转来台湾，搁在转学证件无全做理由，无管有同学来作证，杜聪明医学院长准我转入上年级，结果我慢1年，1948年才毕业。1947年228事件发生了后，我就互学生选做医学院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。一站治安真乱的时，阮几个学生也参加读册会。后来家己想，为什么受白色恐怖的连累？第一，因为我出世伫非常动乱的时代，我是留一个知识分子。第二，228事件后，政府非常敏感青年的动向。第三，因为我当医学院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。第四，罕见不法，政府特别加强注意青年的行动。第五，政府把阮遮的当作咱重点。伫这种情形下，我正做牺牲者之一，所以受连累，随便判参加叛乱组织，判7年有期徒刑。洛兰辉小岛，1950年10月30日伫基山婚姻受抓，就随时带我去基山分局，然后摕一张大约有30个名单互我看，问我有捌几个，我就讲2捌半个。安尼就用车带我再去凤山警察局，拢无姓问，单独一人拐伫毒房。5日后，就暗时一人带我坐火车去台北县警总队，搁去保安处，最后到分发处，才受判有期徒刑7年。中间我的负责人非常辛苦，探听我的所在，每日送饭菜来保持我的健康。夫妇恩爱真受感动。有一摆受送到新店看守所，拄啊到50分，我的负责人就摕饭菜来，当作要天发真钦佩。互因送去火烧岛后，我的负责人每年带2岁外的查某囝，跋山过海，经过3小时的海涌来见面。后来我期末要转来，经过3点钟，点船来吐20摆。才知负责人当时的辛苦。当时绿岛是无电火，只有用电土发电火，所以煤气根本无啥作用。带囡仔行动真无方便，搁再为囡仔便器着负身大，真正是麻烦极大。我的负责人克服困难，只有来面火6摆，后来才知渡过海的艰苦。阮受伤来到绿岛新生奋斗处。无偌久，1950年5月罕见爆发，局势非常不安的时，每一人看家己的性命当作风尘的垃圾，完全无保障。伫这种情形下，逐日的生活是非常苦闷甲忧郁。逐日着对海花过100多公斤刺抓的工作，着惊针头的工作花，两人光甲皮喘来贴做树仔，2公尺悬。夜地拢围起来，要防止阮口走嘛，真好笑。对本岛若运来粮食100多公斤，也着2人扛1袋。对燃料到野地3公里就头路，大粒瓜、小粒瓜扛到野地。读册人变做劳动者，真正真袂消。人的性命毋得着一只狗车，真是悲惨世代。逐日着受思想教育。有国父为教，就是三民主义。毛泽东批判中国革命史，双毛在中国顶顶科目，也分小组来讨论，算作用这个方法来教你洗脑，控制你的思想。生活真紧张，除了做医生服务以外，每日苦工，爬山割茅草，有时错树做笨担是无法免掉。